哦，五爷大将军，五爷大将军有五爷旗，中黄色啊，东边青色，南边红色，西营白色，北营黑色，配合五色。五爷将军，中爷将军就是太子爷公，三太子太子爷公，中团元帅。中爷将军就是二将军就是二哪吒太子爷公，伊就遮三太子啊中团元帅。遐看中华宫天灵堂，后咧办迄个救济了，专有这救助呢，佫有发放现金3000块的。佫吓人都知影人骑机车骑来到遮，安尼啊。来甲午潜水圣诞是5月，农历5月初2啊，毋过5月初1，提早哩5月初1，早8点到10点半就要办救济。阮一个人1000块的救济，帮助迄个和少还有特定家庭的。感恩啊，安那无救到会当赶紧救到。救人性将来脱离四生六道轮回之苦地球了看天气安尼遮尔热，会当救到将来脱离四生六道轮回之苦，那是根本的办法啦，救人性啊。